1月份嘅溫哥華地產市場咧，其實出現咗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嘅喎，就係你嘅鄰居如果一個超低嘅成交價，竟然造就咗一個買家嘅入市良機。暫時咧其實唔係冇機會嘅喎，但係呢一個咁嘅成交價咧，往往就決定咗你間屋嘅命運㗎啦。今日咧，我想用大溫嘅1月份嘅地產數據咧，同你哋講清楚，並且咧分享下啲真實個案，你個鄰居嘅 reference price 點樣幫一個買家去鎖定一個筍盤嘅。2026年嘅1月份咧，我哋總共成交咗1107套，比起2025年嘅同期咧嘅1557套咧，係下跌咗28.7%，比起10年嘅平均水平咧係下跌咗30%㗎。呢啲咧簡直係一個非常之慘淡嘅情況，並且係一個軟着陸啦。